迄时耶稣对众人甲门徒讲论讲，摩西甲法利赛人坐伫摩西的座位上，凡因所吩咐恁的，恁拢爱谨守遵行，但毋通效法因的行为，因为因会讲袂当行。因甲难担的重担捆起来，挂伫人的肩胛顶，但家己一个指头也毋肯动。因一切所做的事，拢要叫人看见，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垮了，衣裳的手做长了，喜爱宴席上的守卫，会堂内高位，搁喜爱人伫街市中问伊的安，称呼伊拉比。但你毋通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恁的父主，恁拢是兄弟。也毋通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恁的父，就是天顶的父。也毋通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恁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恁中间谁为大，就爱做恁的用人。凡自悬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悬。恁这假冒伪善的文士甲法利赛人有好了，因为恁正当人前，甲天国的门关了，家己无入去，正要入去的人，恁也无用允因入去。恁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甲法利赛人有好了，因为恁侵吞了官府的家产，假意做真长的祈祷，所以恁爱受更较重的刑罚。恁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甲法利赛人有好了，因为恁欺骗、伤害、落地，引诱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互伊做地狱之主，比恁还佫较加倍。恁这个青梅带路的有好了，因为恁讲凡指着殿起誓，这无算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殿中的金起誓，伊就该遵守。恁这个无知的青面人啊，什么是大的？是金呢，也是叫金成圣的殿呢？恁佫讲，凡指着坛起誓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指着坛上礼物起誓，伊就该坚守。恁这个青面的人啊，什么是大的？是礼物，也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？所以人指着坛起誓，就是指着坛甲坛顶一切所有的起誓。人指着殿起誓，就是指着殿甲迄住伫殿内的起誓。人指着天起誓，就是指着上帝的宝座甲迄坐伫顶面的起誓。恁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甲法利赛人有好了，因为你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1/10，迄律法顶搁较重的事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。颠倒转无行了，这搁较重的是恁当行的，迄也是不可不行的。恁这个青梅领路的蒙堂，恁就律出来，落刀恁颠倒吞落去。恁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甲法利赛人有好了，因为你洗净杯盘的外面，内面却是塞满了威胁甲放荡。恁这个青面的法利赛人，先洗净杯盘的内面，好叫外面也清气了。恁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甲法利赛人有好了，因为恁好亲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内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甲一切污秽。恁也是如此，伫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，内面却装满了假善甲不法的事。恁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甲法利赛人有好了，因为恁建造了先知的坟，修饰了义人的墓，讲若是阮伫阮祖先的时阵，必无甲因同流先知的血。这就是恁家己证明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。恁去充满恁祖宗的恶惯吧！恁这的蛇类毒蛇之种啊，安怎会逃脱地狱的刑罚呢？所以我查见先知甲智慧人，并文士甲恁遐年来，有的恁要杀害，要钉十字架；有的恁要伫会堂内鞭拍，对这城对别甲迄城。
叫世上所留义人的血，拢归甲恁身躯顶。对义人阿伯的血气，直到恁伫殿甲坛中间所抬的巴拉加的后生该撒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讲互恁，这一切罪拢要归伫这个世代了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！你伤杀害先知，佮用石头拍死迄个奉差遣的，甲恁遮尔来的人，我最解愿意处置你的女儿，好亲像母鸡甲小鸡处置伫伊食谷底下，只是恁无愿意看恁的家成为荒场，留互恁。我讲互恁，从今以后，恁不得再见我。等甲恁讲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。